聖家堂係西班牙巴塞隆拿一座天主教嘅教堂。教堂係屬於當地嘅加泰隆尼亞現代主義建築風格。喺1882年到今日，聖家堂嘅建築工程仍然屬於在進行中。聖家堂嘅設計構想原來自蒙特瑟瑞嘅聖石山。教堂內共有18根高塔，東西南3個立面，分別係誕生立面、受難立面同埋榮耀立面。每個立面各建有4座高塔，全部共計為12座，代表咗耶穌嘅12個門徒。此外內圈則有4根更高嘅塔，高107公尺，代表咗4位傳福音者。還有2根更高嘅塔喺正中間，一座就係代表聖母瑪利亞，另外一座係代表耶穌基督。教堂正面全屬於聖經耶穌誕生成長嘅故事。教堂內結構設計好自然，色彩好柔和，四周嘅窗戶由彩色嘅玻璃釀製而成，圖案係聖經章節嘅故事。絢爛嘅耶穌高掛前方，信徒抬頭就可以見到。聖家堂同時都係歷史教堂建築史上最特別嘅結構設計。聖家堂設計形狀係一個拉丁十字架，有5個過道，中央嘅中殿拱頂高達45米，旁邊嘅中殿拱頂高達30米，後殿嘅地板上有罅隙，可以看到下方嘅地下室。內部嘅柱特別係高地嘅設計，除咗支撐佢嘅附帶嘅分支外，佢哋不斷咁變化，表面係各種幾何形狀交叉嘅結果。最簡單嘅例子係當柱子上升時，形成8邊形嘅正方形基底，然後係16面嘅形狀，最終變成圓形。呢一種效應係螺旋柱嘅3維交叉嘅結果。中殿立柱，高第建造的立柱喺建築史上係獨一無二嘅，因為立柱會隨住高度而有不同嘅造型。立柱底部有柱身嘅凹槽，喺稍高處變成較為光滑嘅表面，而多邊形同埋環部變成咗圓形。呢啲立柱像樹一般朝住角頂擴展開去，形成咗一束束細長嘅枝條，支撐着拱頂嘅不同部分。中殿嘅立柱數目係最多嘅地方，而教堂中間另外有6座高塔，其中4座係代表聖經4部福音：馬竇、馬爾谷、路加同埋若望。另外一座最高嘅係代表耶穌基督，第5座係代表聖母瑪利亞。管風琴喺2010年被安裝喺聖壇上，為咗克服教堂建築同埋巨大嘅尺寸帶來嗰啲聲量獨特嘅挑戰啦。教堂就仲會喺唔同嘅位置安裝幾個額外嘅風琴，咁樣嗰啲風琴可以獨立演奏啦，又可以同時演奏嘅。喺聖家大教堂見到好多呢啲英文字母，其中係各國嘅講及聖經嘅章節，牆上都有刻有各國嘅語文，亦我哋見到刻有中文，
叫做賜給我們今天所需的飲食。樹幹延伸到頂部就係一片片嘅樹葉，呢啲樹葉密密麻麻咁覆蓋咗整個天花，就像一片樹木呢茂盛咁喺樹林度。有一塊鏡子，讓朝聖者睇到由鏡子反射到天花嘅雕塑。呢一度就反映出高地對於一些人不太着重嘅細節都非常執着。指呢一座教堂係獻俾神嘅，所以佢呢就相信凡人睇唔到嘅嘢，上帝同天使呢都會睇見。為咗能夠令室內產生間歇嘅陽光嘅效果，設計師呢就同時依照高地嘅願望，喺頂棚開咗一個圓孔，不但收集咗陽光，也藉住由四散嘅條紋將室內嘅陽光注入喺室內。同時呢，每一隻花窗都寫上聖人嘅名字。面向東方嘅誕生立面上，彩繪嘅玻璃選用咗冷色系，以綠色同埋藍色為基調。聖家堂將會有3個宏偉嘅立面，東部係誕生立面，西部係受難立面，南部係榮耀立面。受難立面按照高迪於1917年設計，從1954年開始建造，並於1976年完工。立面以基督嘅死亡為題，以其簡樸、憔悴、受折磨嘅角色而引人矚目。高迪為咗表現受難嘅痛苦，設計咗有稜角嘅現代線條，而因痛苦掹緊嘅神經與肋骨。立面包含咗包括受鞭打嘅耶穌基督、十字架上嘅耶穌基督。呢個士兵係刺透耶穌嘅肋旁，後來係第一個士兵信奉天主教。呢個代表咗兵士釘咗耶穌喺十字架上之後，正在瓜分耶穌嘅衣裳。誕生立面係喺中間嘅門，佢代表慈善，也被稱為基督嘅愛。慈善係3種神學美德中最後一個，亦都係最偉大嘅一種，所以佢擺咗喺中心。喺該門戶也是誕生立面中最大嘅，係獻俾耶穌嘅門戶，描繪咗耶穌嘅誕生。它涵蓋咗耶穌誕生時出現所有嘅角色，以及讚美上帝兒子嘅整個宇宙。喺誕生立面嘅4座塔之間，慈善之門係最頂端，有一棵綠色嘅柏樹，被稱為生命之樹，象徵生命的喜悅同埋耶穌嘅遺物。因為柏樹有長青嘅葉子同埋好耐腐嘅木質，所以佢代表咗永恆嘅生命，喺呢一度象徵着基督永恆嘅愛。天使們演奏着當時宗教環境中流行嘅樂器，上方嘅天使分別吹奏着巴松管同埋演奏豎琴，下方嘅天使則分別演奏着小提琴、齊特琴、風笛同埋手鼓。高第認為天使唔需要翼膀，所以呢個教堂看到嘅所有天使嘅雕刻都係冇翼嘅。在下方中間有一組雕塑群，就係小耶穌同埋約瑟、瑪利亞嘅保護下，順在馬槽中誕生嘅情景。兩旁分別有牛啦、鹿啦，牛代表有力嘅力量，驢仔則代表邪惡嘅力量，象徵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潛在着善同惡呢兩個極端嘅本性。門嘅兩側還有2位天使。瑪利亞受孕嘅時候已經與約瑟訂婚，
當時約瑟得知未婚妻懷孕嘅消息，正在猶豫之際，天使就向佢報夢，跟佢解釋瑪利亞懷有上帝嘅兒子，讓佢迎接瑪利亞，並給佢取名叫耶穌。約瑟醒來之後，明白並遵從天主嘅旨意。約瑟當時居住喺拿撒勒，並以木匠手藝為生嘅。但按照羅馬帝王嘅命令，因為約瑟屬於猶大嘅支派，佢哋必須回到伯利恆登記戶口，所以佢便帶着懷有孕嘅瑪利亞回鄉。到達伯利恆時，天色已經晚，所有嘅客棧都住滿了人，佢哋唯有棲身喺一個馬槽裏邊。就係呢一晚，耶穌誕生啦。馬槽找唔到乾淨嘅地方，約瑟同埋瑪利亞只得把孩子用布包裹起來，小心翼翼咁讓佢瞓喺馬槽嘅乾草地上。喺耶穌誕生呢一組群裏邊，有一個立柱，最上方係有耶穌嘅名叫 Jesus， 說明咗呢一個門係獻俾耶穌嘅。大門上充滿生機繁密嘅春藤葉中，夾雜咗有南瓜、百合花、甲蟲同埋蒼蠅。